这边是干条例往往最低的上面是这篇性情讲法到最刚，性情看你有关的中间，我讲的、听的是上帝面前，是上帝你的看到。我每一人用我的心面前，谦卑敬拜之，做出你感到我一切所有的奉献。不论是非，不论是贫，不论大波，不论甘蔗，每项事，拢是你水的旨意。愿一切荣光，并主的圣名祈祷。阿门。各位平安，咱的礼拜要对10点开始，也阁4分钟。伫开始进前，请大家大家若有炸手机的，把手机关起来，还是关做静音。啊，并尽咱的爱心，开始咱小等的敬拜。恁着学乐耶和华，我的心啊！恁着学乐耶和华，我一心要学乐耶和华。我的时要唱歌学乐我的上帝。这是咱要敬拜团要带咱用歌声、用学乐来开始咱今日的敬拜。感谢主，咱会当搁一届组织来学乐主，咱会当献上咱最纯的果子，恳求圣神来降临咱的心，降临伫咱的圣殿，这是咱会当一同起立，咱来学乐。第一首圣诗第169首，恳求圣神降临。恳求圣神降临，伫阮大人的心，无所不能提供之面，受使稳定激情，恳求圣神加持，互阮心坦得力，赐我在最有门反悔，来靠耶稣的义，恳求圣神指导，帮咱关心幸福，常常欢喜上帝旨意，万分拢总罪恶，恳求圣神照顾，互阮日日进步，所讲言语所行
耶稣，当教主发动。感谢主，主要说跟咱讲，还有说我们应该要彼此相爱。我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认出我们是他的门徒。另外，保罗也勉励我们，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我们用活出爱跟合而为一两首诗歌，继续用祷告的心来敬拜。有一份爱从天而来，比山高，比海深，测不透，摸不着，却看得见。因为有你，因为有我，甘心给，用心爱，把心中这一份爱活出来。耶稣的爱激励我，敞开我的生命，让自己成为别人祝福。耶稣的爱点燃我心中熊熊爱火，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有一份爱，有一份爱从天而来，比山高，比海深，测不透，摸不着，却看得见。因为有你，因为有我，甘心给，用心爱，把心中这一份爱活出来。耶稣的爱激励我，敞开我的生命，让自己成为别人祝福。耶稣的爱点燃我心中熊熊爱火，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相宽容。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为一的心，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为一的心。凡事谦虚，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相宽容。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为一的心，
受圣灵所赐，合为一的心，竭力保守，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为一的心，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为一的心，合为一的心。请弟兄姐妹持续站立。这是咱要用信息头前第13页《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圣女玛利亚出世，伫本丢彼列岛人来受苦，定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复活上天，那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名。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共同的教会，信徒的相通，罪赦免，肉体搁活，永远活命。阿免。请坐。这是我要请大家甲我同心压头来祈祷。阮伫天的爸，这是阮感谢你。当阮爸是离开主你的时，你要用你的疼，搁一摆吸引阮，互阮转来到你的家。当阮有病痛甲欠发的时，你要亲自来医治阮，安慰阮。当阮信心软弱的时，你要扶持阮，搁使阮刚强壮大的心。当阮生活拄着极大的挑战的时，你要亲自为阮开路引带。阮也感谢主你。想使恩典满满伫阮的身躯中，互阮享受着幸福甲快乐的日子。阮今日要来学罗你，感谢你。愿阮今日的所有的敬拜，拢通诚侪你所欢喜的。阮天父的爸，你知，阮是微细的，阮的肉体是土沙，阮是有罪的人。恳求主你赦免阮的过失，洁净阮的心，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免得阮得罪你。你伫阮身上所赐出来的旨意，有时阮袂了解，但是阮深信，恁为着阮备办的每一工，对阮来讲，拢是上水上好的。人民人的天父，当阮最近看到以色列甲巴基斯坦发生战争的报道，阮的心感受非常的忧伤甲毋甘。主啊，求你怜悯即个所在所有的人民，即刻会惊吓甲痛苦。为着战乱中的人民，会当得到一届搁一届和平甲安定的生活，阮伫遮要同心来求助你，求助你天父上帝赐和平予即个所在，嘛所有的和平赐予抑搁有战乱的所在。主啊，求你停止一切伫遮无共民族、无共宗教、无共阶层的仇恨，除去因心中对财富甲权力的贪念。阻止阮一切伤害别人的意念，教导阮会晓去悔改、谦卑、赦免。阮也要求主祝福今日的敬拜，互阮的心向主来拍开，互蔡尚安上帝伫今日诚侪助力的出口，用助力的道来教示阮，一切荣耀、学乐拢归乎你。奉主耶稣的圣主名来求，阿门。有
咱将感谢圣歌队所带来荣耀主、俄罗主的歌。这时咱要来恭受上帝的话。今日咱要来看2节的圣经节。首先，咱要来看这段圣经节是记载伫旧约圣经创世纪第2章的第16，咱要看到17节。请注意来看，我来读。创世纪第2章的第16节安尼讲：耶和华上帝吩咐遐个人讲，园内逐号树的果子，通随意来食，总是分别好歹的树，伊的果子毋通食，因为食的日，你的确死。过来，咱要来看另外一节的圣经节，是记载伫新约圣经哥罗西书第3章，咱要对12章看到12节，较看14节，请恁注意来听，我来读。哥罗西书第3章第12节安尼讲：恁既然互上帝所敬，是信也得到听的，就用灵敏的心、甲仁爱、甲仁慈、谦卑、温柔、吞忍来亲。实属你比有协嫌，就着三宽容、三赦免，亲像主捌赦免你，恁也着安尼。恁伫遐个顶面，着穿仁爱，就是完全的结连。这时，咱要请蔡尚恩弟兄来讲道。伊今日所要分享的题目是“爱是串联美德的绳索”。咱请蔡尚恩弟兄。大家平安，让我们先低头做一个短祷。亲爱的天父，今天的主题较为挑战，恳请你保守中心教会的弟兄姐妹与一切听到这个信息的人，使我们借着一同学习、思索你经上的话语，使得更多属灵的体验能够被充满，能够有更多的领悟，并借着内在基督的生命与外披圣灵的美德，更新自己，成为新的人。这一切都是奉着主耶稣基督你的名求，阿们。亲爱的弟兄姐妹，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今天的主题貌似跟前几次相比，好像比较轻松，其实里头的内容反而是比较严肃的。然而，这也是我们神学上不能够去逃避的一个话题，需要去正视，需要去面对的。我们的神学告诉我们，上帝国临在人间，所以我们要去建立教会，以及要去传福音。但是实际上，我们大概也都知道现在世界局势，现在全球的一个状况。全球的趋势就是这样，知识跟物质越丰富的先进国家，甚至包含了基督教发源的欧洲，教会正在持续的没落当中。很多的教会变成了咖啡馆啊等等的，比比皆是。胡忠明院长他这个礼拜3他才分享英国教会的现况很多的教会都被拍卖，这是一个问题。有的教会变成了住家等等的，都被拍卖了。那剑桥这边礼拜堂很多，可能他10%是做礼拜，其他地方都外租做什么咖啡馆等等的。其实这个情况已经变成了欧洲一个很常见的一个现象，所以我们不得不来重新的思考信仰的问题。为什么基督教趋势上会变成现在的局面？我们的信仰其实非常的棒，我们的信仰又真又美，甚至可以说我们的信仰也不复杂呀。我们的信仰很简单嘛，我们的信仰神就是爱，我们要做的就是什么？我们要做的就是信入且活出。那信入且活出是什么？信入第一个耶稣讲的原则嘛，信入就是爱神，然后第二个呢，活出就是什么？活出爱人，就是基督的样式嘛。那信入且活出就不只是
当然是信入不只是相信嘛，相信是什么？就是只是知道了，对不对？像是我知道有妈祖，那也是知道啊，对不对？我知道有耶稣，那也是知道啊。信入就是信进去嘛，那可能有一点点难哦。那信进去心里头，那爱人呢，就是活出嘛，爱人就是活出基督徒应有的样式。这其实是很美的信仰，应该是大家很爱的，因为是彼此相爱哦。但是为什么这么真实又这么美丽的信仰，为什么在物质跟资讯越丰富的先进国家正在快速的没落当中，甚至我们可以很直接的说，新一代的年轻人接不上，不愿意进来，这是成为了教会没落的主因。这是我们要去想的一个原因。所以大家一直在探讨这个问题，也探讨了很长一段时间了，这10-20年来变成了我们都困惑的一个问题，也在思想。刚好也同样是礼拜三晚上有一个座谈会，基督教智库办的一个座谈会，10月11号，他邀请了很多位牧者来，我也有去看这个线上直播，因为主题非常吸引人，很多人去看。好像我昨天晚上还看了一下，累积差不多快7000个就是观阅率了。那周五的时候，我又想到了一个灵修的时候想到一个小关键，我又再上去看一下，就发现里头有一则留言，蛮多人按赞的。那个人按赞按什么呢？正好跟我今天的讲题有一些相关，我就把它截出来了。他写什么？他认为年轻人流失的关键是什么？年轻人要的是真实，结果看到教会有很多伪善，所以就渐渐的离开了。哇，这个突然开头就讲这么沉重的，好像有点恐怖哦。但坦诚说啦，这个是很重但是很真诚的发言。的确，现在有许许多多的教会都有面临这样的问题。但是也感谢主，我们中心教会虽然不是很大的教会，但是教会中大家彼此的关系都还蛮好的，很和睦，气氛也很好。可是我们也没办法否认，你看整体的教会界的趋势，对不对？就是这样子在往下坡，在往下走。将来要进入牧会现场的现在的神学生们，他们进入牧会现场，进入前线，第一个阶段会遇到什么？就会立刻感受到这个冲击的变化，而且是实际层面上的问题。当他们从会友身份变成了类似管理层的身份的时候，他们的冲击面就会很大了。我们也要想一个问题，老会友还能够持续多久？10年、20年？好，就算30年后他们都在天家相遇了，那么地上的长老教会还有人吗？所以我们势必要认真的想，为何教会会走到现在这样的一个困境？究竟是教会的策略上出了问题吗？还是什么呢？像是近10-20年来，大家最想要讨论的就是什么？诗歌嘛，对不对？到底是不是要加入敬拜赞美、敲锣打鼓啊、现代性的音乐啊，还是要保留4部合唱？这个就是一个冲击问题，冲击很大哦。那还是语言的问题呢？比方说，我是要讲台语，还是要讲华语，还是要讲综合性的？因为语言就是沟通问题嘛，对不对？青年可能是因为这样就坐不掉，就留不住嘛。那这个可能是问题，但是是真正的原因吗？还是什么？还是干脆我们就推说这是魔鬼的诡计，是世界的压迫？但是有时候想一想，我们要直接否认这个吗？我想说的是，不一定哦。我们现在来先想一个有趣的事情哦。所谓有趣的事情是，我们回到了我一开始所讲的先进国家，基督教在没落。没落的原因哦，我们来讲美国好了。
奥巴马上任以后，他推动了什么？他推动了一些改变。改变是什么呢？美国不再能够讲，很多州开始改变，我们不要讲 Merry Christmas， 我们不要讲圣诞快乐，我们要改讲什么？ Happy Holiday， 我们要改讲佳节愉快。为什么？因为尊重其他人的宗教，我们不要讲圣诞快乐。这个影响你知道有多大吗？这其实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哦。在美国很多地方在做改变，大家知道吗？在南北战争之后，有做过一份统计，美国有高达99%的人都是基督教信仰。99%是什么概念？我们几乎已经可以说到是上帝国临在人间实行了，对不对？大家知道吗？现在基督教加上天主教只有60%的人口，而且还不一定是都到教会去，表面上60%的人口，但是也很有趣的一个现象，你知道基督教分布最多的在哪里？有没有人可以猜得到？基督教分布再多的，你一定猜不到。政府官员，基督教比例最高。2023年统计，政府官员你直接 Google 高达90%都是基督徒。为什么政府官员特别高？你一定猜得到。争取选票嘛，因为有60%都是基督徒啊，懂我的意思吗？你觉不觉得这是一个很诡异的现象？可是我又要反过来说了，在美国，你连去学校发圣经，像是我们台湾就只有几个位数%的基督教人口，对不对？我们基甸会可以到学校去发圣经，没有问题，不会被拦。你知道吗？在美国不允许到学校去发圣经，甚至老师不可以在学校场域、公开场域哦，不是教堂里哦，不是教室，不可以在公开场域祷告，会被驱赶出去，还会被解职。你觉得这是基督教国家吗？这个是一件蛮让人忧心的事情哦，所以这是非常讽刺的一件事情哦。所以我们可以想想看，这一次的研讨会，很多人如果大家上去看这次的研讨会，很多人都在讨论什么？哎呀，是因为年轻人的事工太重了，这个讲了很多。然后还有讲说什么是因为语言啊，是因为诗歌啊，是因为各样的问题。其实我还是想回到最多人按赞的那个留言哦，甚至我想结合资讯物质越丰富的先进国家，为何基督教会越低落？一起来探讨这个问题。我们回来看一下创世纪的2章16、17节，耶和华吩咐那人说：园中各树上的果子你们可以随意吃，只是善恶知识树上的果子你们不可以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我用的是恢复本哈，因为他讲的是善恶知识树。其实哈，如果大家就是有时候看经文会看得比较不飒飒，看得比较不清楚哦，你不一定要去学原文，我建议说你可以去看吕正中版本，那其次可以看恢复本，以及什么以及你要看新译本或者是看新汉语，我觉得都还不错哦，因为他们可能会翻得更倾向原文一点，但是他在阅读上可能就没有和合本那么优美。那我们现在圣经释义的课堂上也会有过这样子的讨论哦，都觉得说这是一种两方都可以的做法啦。其实像是白话字的版本也不错，但是各个版本有它的优点，都是要让人容易阅读，但是可能有时候会让人看不懂圣经到底讲的这个意思是什么，所以我们可以自己参考。那很多人就以为是善恶树，这也是一个容易误解的，其实叫做知识树哈，所以基本上它是叫做 The Tree of Knowledge 哈。那 The Tree of Knowledge 后面，如果你去看英文，几乎都是翻 The Tree of Knowledge， 后面才是接 of good and evil， 就是知识使人分别善恶，使人分辨善恶哈。那
这里你又听不懂了，很多人就开始有疑问：为什么是知识使人分辨善恶？知识是好东西啊，听了很好。可是我们读圣经都知道，听到分别善恶就知道是被赶出伊甸园的原因嘛，是不好的原因。我们就来想一下，是什么意思？其实圣经这里带出了一个很大的奥秘，知识使人分别善恶的奥秘。知识使人分别善恶，我们可能要稍微往后翻一点，到创世纪第3章。后续的故事我相信绝大多数的人也晓得了，但是我就简单的提示一下给大家。创世纪第3章，蛇引诱了夏娃吃善恶果之后，亚当也吃了，双方之后就知道赤身裸体的羞耻，所以他们就互相开始什么推卸责任嘛，对不对？所以之后神以人知道了善恶，所以就将人赶出伊甸园。这是我们知道的故事。这边大家有没有对于知道善恶有了更清楚的一个观念？知道善恶会使人怎么样？主动认知到什么是他们觉得好的，什么是他们觉得不好的，就是知道善恶。所以知道善恶其实是一种 curse， 是一种诅咒。当我们人类知道的越多，比方说我们得到越多的资讯，可是很多时候我们得到是片面的资讯嘛，对不对？其实我们脑海中得到越多的资讯进入我们的大脑，我们产生的各样的想法，我们应该要更谨慎更保守自己才对。但是其实大多数人不是。当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知道的越多，我们会越怎么样？我们会越骄傲。我们不是越体现到自己在浩瀚知识中自己掌握到一点点，自己是多不足，我们是越发的膨胀，越发的骄傲，越发的有信心，越发的想要代替上帝惩善罚恶，甚至越发的想要宣扬高举自己认为的善，跟什么处罚摒弃自己认为的恶。我们人类没有上帝全知全能的视野，却常常妄想要代替上帝做上帝该做的事情。这个就是人类最大的困境，这个其实就是知识的诅咒。其实你会发现许多的科学家当他们领悟的越多，钻研到一个极限，才会发现更深更不可知与更令人震撼的奥秘，因而他们会更加的谦卑，更加感受到自身知识的有限，而且对于创造这个世界的主宰感到更加的敬畏，所以他们会更加的谦卑。但是真正膨胀的是什么？是那些多数被动式的接受资讯的人，因为他们被动的看到各样的资讯嘛，像是特别有些人喜欢滑短影音啊，怎么就不断的接受各样的资讯，就被资讯所捆绑了。他们甚至不了解这些知识背后存在着无限的可能性，他们因为不了解知识的无限性，所以他们就受到知识的捆绑。所以我们要回到信仰的2个原则，信仰就是信入与活出嘛，就是爱神与爱人嘛。所以信仰可以很简单，信入与活出，但是信仰其实也很难。为什么很难？因为我们常常需要反省自己我们需要去想自己彼此有没有活出基督徒该有的样式啊。因为伪善，前面讲的伪善跟敬虔其实变成了一线之隔。如果你陷入了知道善恶的一个困境很容易变成什么？假冒为善，说一套做一套的基督徒。还记得尚恩曾经有一次的讲到题目是认知偏差吗？认知偏差讲什么？就讲述法利赛人跟耶稣的纠葛嘛。法利赛人他在苦苦等待的弥赛亚，但总是跟耶稣错过，甚至跟耶稣反目。而他们怎么样？他们受到了律法的捆绑。他们其实真真实实的捆绑他们的是什么？应该不叫律法，而叫做知识，而叫做资讯他们就是受到他们知识的捆绑啊。这些知识、这些资讯变成了框架，把他们捆绑起来，片面又不完全，所以他们看不到他们先祖
为奴，离开埃及的目的，这些律法的目的是要保护他们，结果变成了限制人，甚至限制子子孙孙越来越丰富的律法，限制人的框架多严重啊！变成捆绑人的规规条条，令人很难过。如果只是单纯的知，也就是资讯跟知识的丰富，却没有活出信仰，就是活出基督徒的样式，活出基督的爱，反而会让人跌倒。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可以想想看，当人知道的越多，也就是知道的资讯跟知识越多，但是你平常的行为没有跟着做，那么会怎么样？你想想看法利赛人吧，他们知道了律法，变成捆绑人嘛。那现在很多人，我们在说基督徒，会有一种名称叫做基督徒式的伪善，或叫做基督教的伪善。为什么会有这个名称？因为什么？因为你知道善恶之后，我们就会怎么样？知道善恶之后，我们就常常会想要去美化自己。什么是美化自己？美化自己就是我已经知道，我知道善恶了，我口里也喊着彼此相爱，爱人如己，可是我只是用喊的，嘴巴说说而已，那是不是就变成基督徒式的伪善？我背地里做的是另外一套，我甚至背后伤人，但是我表面上是在强调我要爱别人，这个就是基督徒式的伪善哦。所以很多时候知道善恶是使我们要安抚自己内心的罪疚感，我们知道自己的软弱跟黑暗，我们知道自己不够好，所以我们知道自己有罪嘛，但是我们常常像在镜子面前练习自己的样子，所以我们就对自己很宽容，表现出很好的样子，在镜子面前表现出很好的样子，但是我们对别人，因为我们知道善恶，所以我们对别人就反而不是这样，我们是很严苛，因为我们自己知道善恶的罪疚感，我们对别人反而是大肆的指责跟丑化别人的一点点小错误，或者是我们看到的一点点的觉得不完美的行为，而且真假与片面的资讯传递的越来越快，不仅仅是政治人物或广告商，每个人都想要将他什么？每个人都想要将他传递的资讯，或者将他的思想传递给别人嘛。所以人类知的速度越来越快。如果你想要克服善恶，知道善恶的伪善我们要怎么做？我们就一定要去重拾什么？基督的生命才有办法做到。我们就需要去穿上圣灵赐给我们的5样品格，才有办法做到。也就是说，我们如果要去克服知的伪善，克服我们接受到越来越快资讯的伪善，我们就一定要去行出圣灵的果子，我们就要去行出爱。所以我们前面讲到了哥罗西书第3章前面3、4节，他有讲到说，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头，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与他一同显在荣耀里头。就是我们信主之后，我们内在的生命是有主在的，所以我们里头是有基督的生命。但是我们要如何外显出来，披挂上圣灵，与其他人一同分享给别人看呢？3至12节写道，所以你们既然是神的选民，圣别蒙爱的人，就要穿上怜悯的心肠，恩慈、卑微、温柔、恒忍。这里写的非常的美首先第一个是提到存怜悯的心这里是形容什么？ Mercy 是形容神的心，是有一种付出的心我以神的慈悲劝你，大家还记得这句话吧？慈悲的父，我们也应该也听过嘛。这个是什么？这些都是形容别人对别人的，比方说对别人的痛苦，对别人的不幸，对别人的遭遇，感受到怜悯，感受到想要帮助他的一种果效，的一种体会感，的一种付出感，的一种心情的表达的一种关爱。不论是对跟错，神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他就已经先怜悯我们了。
所以怜悯是表达我们在罪里头的痛苦，已经为我们预备了救恩，差耶稣为我们而死。第二个我们要穿上的就是恩慈了。恩慈这个字，保罗先生常用，他的书信里出现了大概10次哦，只有在保罗先生的书信出现过哦。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恩慈、仁慈、慷慨的意思。怜悯之后发动的一定是恩慈，我们可以很理解为什么怜悯之后发动的一定是恩慈，因为恩慈就会伴随着怜悯而到嘛。我们来讲一个故事，大家一定都很熟的故事。路加福音第7章有讲到一个不请自来的有罪的女人，一个妓女的故事哦。这个有罪的女人呢，大家形容她是飞蛾扑火，因为她居然敢勇闯法利赛人西门的家里头。我们都知道法利赛人是眼中揉不进一粒沙子，大声斥责这些有罪的人。但是这个有罪的女人呢，圣经描写到她拿着香膏在耶稣的背后挨着耶稣的脚哭，眼泪湿了耶稣的脚，她就用自己的头发擦干，用嘴连连亲耶稣的脚，把香膏抹上。法利赛人看得十分刺眼，哎呀，心里嘀咕着，如果耶稣是先知，就一定知道摸他的这个女人不洁，是个罪人。弟兄姐妹，假如今天换成是我啦，假如换成我是耶稣的角色，坦诚说我是很尴尬的，是闪躲了，因为会被别人指指点点嘛，对不对？就是很难以承受。但是耶稣他是施予恩慈，施予恩惠，他是以对方的需要为出发点，去帮助对方，去慷慨的施予，去善待他。如果今天再换另一个位置，我换成西门的角色，坦诚说，我可能也会有西门的立场。为什么呢？这就是知的诅咒。因为我有了他的资讯，我知道了这个女人是一个妓女，我可能内心里也会有一些些许的想法，可能也会产生这种想法。这个就是知的错误，让我们替别人贴上标签，视别人为不洁，在背后指指点点。但是我们却没有想到，这种负面的态度，如果在神的眼里看我们，你觉得神的目光是怎么看我们现在的表现的？神的眼里映射出来的我们是一个自以为是、自以为中心的法利赛人啊。所以耶稣他会吩咐我们什么？我们要爱仇敌，要善待他们。可是我们别说爱仇敌了，我们甚至可能连跟我们有关系的同学、同事、朋友、邻居，我们都很难去做到了，对吧？这是事实。好，接下来第3个是卑微。我觉得翻成卑微，恢复本翻成卑微是特别的，我觉得翻得很好。虽然说其他的译本都翻成谦卑啦，那希腊文的意思很特别，希腊文的意思是思想跟态度都降到一个较低的位置，这是希腊原文的意思我觉得恢复本它特别翻成卑微，所以我选出来用有它的意思因为它可以做一个提醒啦。什么提醒？提醒就是因为读经的时候看到这个字就很容易，谦卑很常听到，就很容易被忽略到，但是就不容易看到那卑微很难具体的来更直接的描述，我们用一个反面的思考，大家可能更清楚。请问一下，谦虚的反面词是什么？就是骄傲或自信嘛，刚刚有人讲了。那卑微的反义词其实应该是自傲。如果应该是这样讲，谦虚就是自信，那卑微呢就是自傲。一个是自信，一个是自傲，其实是有一点差的啦。我们可以大概这样想象那华人文化最常讲的是什么？华人文化没有在讲谦卑，但是很常讲谦虚。我们是不是常听到谦虚？做人要谦虚啊，虚怀若谷，要谦虚，对不对？我们很常听到嘛。
你绝对不会听到讲谦卑，除非你是基督徒，对不对？那有什么差别？谦卑跟谦虚，我们用反面讲你就听得懂了。但是你讲为什么要讲谦虚？因为反面来讲，你就是什么？你就会碰轰，对不对？所以华人文化特别喜欢碰轰，就是碰轰就是自傲，突然有点翻不出来，就是你就很喜欢自大，对不对？所以我们要的是什么？张扬自大吗？其实不是哦，我们要的是有自信。所以卑微跟自信其实是一个对比。所以我们要的应该是什么？自信，但是我们愿意降低自己，愿意谦卑，谦卑且自信是一个好的。但是如果我们要讲谦虚跟什么骄傲，就是一个不好的对比，对不对？因为容易产生了爱吹牛、爱吹嘘、爱碰轰的一个华人文化的社会现象哦。所以耶稣身上其实我们有看到2点，就是领导学上的2点哦。耶稣身上我们看到什么？第一个嘛，他是看人比看事重要。第二个是什么？第二个就是大的要服侍小的。所以谦卑就是羔羊的性质哦，不竞争，不嫉妒，能听得入耳，但是不随便的评论跟评断，要虚心的倚靠神哦，也因为神的话而战战兢兢。人信主的第一步、最后一步，甚至我们每一步，其实都需要这样做，都需要谦卑哦。第4点是什么？第4点是温柔。温柔紧随着谦卑，甚至希腊文的意思也有谦逊、谦卑的意思含哦。所以它的含义是什么？它的意思是指不要太高举了自己哦，不要太高举了自己，不要太高举自己，就是什么？要处处替别人着想。也就是说什么？像耶稣就是很温驯的代表嘛，无罪的耶稣替世人担当了罪过，这个就是最谦和最温柔的代表。所以谦卑之后一定就是温柔的展现。再来最后一个就是恒忍，翻成恒忍我觉得比忍耐还好。为什么呢？因为忍耐有2个意思，一个是人对环境的忍耐，一个是我们人对其他人的忍耐。你觉得是对哪一种？当然是人对其他人的忍耐嘛。所以这个字的意思希腊文的忍耐有2种翻法。这个字的意思当然是指什么？人对人的忍耐哦，而且这个忍耐还有坚持到底的含义。什么是坚持到底？我不是忍耐你一下子5分钟哦，好你就碎碎念不要5分钟5秒钟我就受不了了，不是这个是坚持到底的忍耐哦。所以坚定不移的忍耐，恢复本它特别翻成恒忍，我觉得翻成恒忍是一个很不错的翻译哦。所以恒忍是基督徒最重要的品德之一哦，甚至是教会合一的基础哦。忍耐是神展现给我们的美德，我们的神是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而且没有按着我们的罪过审判我们。这个我们在旧约是不是看过超多次，对不对？所以这句话没有讲出神的忍耐，但是我们应该听得出来神的忍耐了。所以这就是旧约重复超多次神的忍耐哦。我们很喜欢的爱的真谛，哥林多前书13章开头就讲什么？爱是恒久忍耐。我相信应该大家都知道，但是他在最后又讲什么？也是忍耐，对不对？所以爱是以什么开始？爱是以恒久忍耐开始。爱是以什么结束？以凡事忍耐结束嘛，对不对？所以可见忍耐的重要性是不是非常的大？那与忍耐相对应的是什么？就是发怒嘛，不轻易发怒哦。所以因为发怒就会造成彼此的对立哦。那在冲突之中，主动的发怒就一定会造成冲突跟冲撞，甚至造成肢体的伤害被动的发怒其实也很严重。为什么？因为被动的发怒往往造成更长时间的伤害，比方说拖延摆烂啊、否认啊、虚与蛇尾啊，我人到但是心不到啊，甚至冷嘲热讽、背后传言重伤啊，这些都是伪善。我们有没有听出来？这个就是教会合一最大的敌人哦。
13节说到，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容忍，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也要怎样饶恕这人。经文让我们了解，在认知落差的世界里头，当我们充满了怀疑，当我们充满了嫌隙，我们需要做到什么？我们需要做到，我们这画面跳掉了。我们需要做到的就是重新建立连接跟关系。我现在讲的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很有名的神学，甚至是目前神学主流，这是20世纪的一个神学主流，叫做处境神学，甚至是目前神学院大家都很努力在发展，一直在进化的，从南美洲过来，但是现在各神学院都在发展的。这个神学其实很有意思，而且一开始的立场很美。他的意思是说，你要从对方的处境跟立场做出发点，从对方的世界观、文化，从对方的社会政治立场跟环境重新诠释神学。因为他可能设定把西方的基督教当成了一个压迫性、强制的植入，类似啦。我举个例子，这样子。所以处境神学就是你要从各国的文化去重新诠释这神学，重新站在他的立场去重新的诠释。这听起来其实我也觉得很棒很美，可是渐渐的它越发展就越特别了。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很多人开始发展成选边站神学。我取这个名字浅显易懂，大家听得懂什么叫选边站神学吧？就是说呢，你不跟我同一边，你就是我的敌人。我被压迫，你就是要跟我同一边。我说我是中立的，我不想，比方说同婚议题，比方说各样的议题，社会议题，我是中立的，我中性看待这件事情。不行，你只要是中立的，你就是我的敌人。因为中立也是一种立场，大家听得懂我的意思吗？我们就变成了什么？莫名其妙的一定要选边站，但是这样子选边站还不一定是坏事，因为选边站如果之后可以和解跟和好，我觉得 OK， 只是一开始站立场而已。但是很多时候没有足够的装备，没有足够的了解的情况下，这些半吊子的神学家，甚至很可能他只是神学院还在受装备的神学生，他们就拿出来误用了。他们的推演总是推演到选边站为止，后续就是什么？批评跟攻击。所以我上次讲到的时候，我是不是有提醒很多神学家振振有词的就是什么？我们要行公义，但是后面的是不是忘记了？后面是什么？我们要好怜悯嘛，对不对？我们要存谦卑的心，与我们的神同行，已经丢到九霄云外了。所以你有没有发现，如果只有行公义，那这不就是跟法利赛人一样陷入了另一种伪善吗？选边站完行公义，几乎 AKA 等于伪善了嘛？懂我的意思吗？因为你根本没有做关系的修复，你根本没有做和好，你根本没有彼此相爱啊。所以当然我们可以举出一大堆犯错的人来当做反面教材，但是与其现在的年轻人他们如果只会鞭尸的话，是对的吗？我们真正要做的是修复关系，修复爱心。所以在这之上，我们需要做的是什么？我们前面说了，我们要有基督徒的生命之后，我们更重要做的修复嫌隙之后，我们14节接续要讲的是，你们要什么？你们更新自己，要穿上美德，最后要以爱来作为联系，对不对？我们要以爱来作为联系，在这一切之上，我们要穿上爱，爱是全德的联系哦。所以这5种由圣灵而上的品德哦，最后联系起来的就是爱。有爱来做联系的，就是增值了，是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显明的爱。很多人的确有所醒悟哦，所以很多人也开始在批评说，基督教的确很容易变成伪善，甚至我们
在网络上听到，也常常听到有人批评，或者是牧师在痛心疾首说基督教有种种的伪善，甚至举出了某某一些例子，甚至举出某某一些牧者的例子。可是这样子举出来，往往他们后面都没有加上什么，都没有加上修复，都没有加上和解，都没有加上爱。如果没有加上，只是取出来批评，那就是行公义了啊，这样子对吗？他们只记得什么？罗马书12章19节，这个大家非常熟的经文，写着什么？不可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嘛。”但是前一节明明才记着什么？若是能行，总要建立与人和睦，对不对？18节没看到，我们就一直想着主会替我伸冤，所以18节其实很重要，这是先决条件哦。所以我们当然是需要与众人和睦啊。你想想看，我们人转眼的是一瞬间，但是人永恒的时间线里头，在神眼中可能是一瞬，我们可能过了一世，在神眼中是眨眼即逝。那在这个时间轴里头，我们要不要想办法，1年2年，我们要不要想办法跟对方恢复关系？我们是希望他们带着伪善到上帝那里去，还是希望他们的生命册上终究记着啊，他们终究肯面对，肯悔改，而且我们彼此重新建立关系？我们是不是，如果我们真的有去爱他们，我们是不是不忍心这个伤害持续一辈子？所以为何知道善恶是最大的诅咒，但是爱可以克服一切？因为没有爱，这个诅咒就会发酵。发酵是否代表决裂？也许是吼，也许不是吼。发酵也许代表了决裂，也许代表了不是决裂。为什么？因为一旦决裂，你和解是不是需要更多的时间、更多的付出、更多的爱、更多的心力？我们要去爱一个不喜欢的人，甚至要去爱一个伤害过我们的人，是不是很困难？我在神学院进修的时候，就遇到过一个很特别的实例哦。有一个小朋友，他就有跟别人讲述说我的诉讼，然后就说我会骚扰女生，结果想不到之后就变得一发不可收拾哦。但是我一开始也不知情，之后就闹了非常久。那他也想不到全校会把他的事情四处扩大，后来还变成排挤跟霸凌，还闹上性平哦。开会我还跑去受诘问跟调查。那其实我本身非常忙碌哦，但是还要应付这些小朋友们，甚至还联合师长哦，就有点无奈。当然事件后来就渐渐明朗，但是实际上真是有点无言哦。那请问，如果你遇到这个状况，你会怎么做？比如说猜忌怨妒啦，直接冲突啊，可能在所难免嘛，对不对？那我还记得我被他整得有点不可开交的时候，有某个教会的长辈来找我吃饭，刚好就询问我这个小朋友的在神学院念书的状况。我吓了一跳，怎么是刚好问我他的状况？因为这个长辈就拿给我看他的信说这个小朋友的家境不好啊，甚至生活都是靠弟妹供应啊，家人又出车祸等等，他需要奖助学金，所以希望他这个长老可以提供钱啊什么的。我就跟这个长老，我那时候其实有点看了有点傻眼，然后但是我还是跟这个长老就是说了蛮多称赞的话语哦。虽然说我脑子里还在可能左脑还在想着他还上课或有的没的，就处处针对颐指气使，我背后里我还是讲出来的都还是在称赞他的话语哦。我还是在长辈面前大力称赞他哦，甚至长辈连那个信都交给我他觉得哇，你跟他一定很要好这样。所以当然我之后也是暗中的有几次想要资助他支持他那你们可能也觉得很好笑啦，
怎么他一边搞我，我还一边暗中做这些想要帮助他的？后来我还传了几次讯息给他，就是说，我们其实有的事情我们不知道真相，但是我们不要代替上帝来做这些事情。可是他可能也是看不懂啦，就是这边定一下，那边定一下。Anyway， 就这样子过去了。的确啦，有一次可能他会知道真相或背出一些代价，但是我们仍然是希望尽力能够跟他人和好，这真的是我们要做的。就是爱呢，不能够只是嘴巴说说而已，有的事情是真的要去做。古伦神父有说过一句话：这些愿意促进和平的人，是用成熟的态度活出与上帝之间的关系。所以其实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人的目光真的太狭窄、太狭小了。我们不是全知全能的上帝，但是我们总是妄想代替上帝做上帝该做的事情，所以我们就失去了怜悯，我们失去了恩慈，我们失去了卑微、温柔、恒忍的内在美德。如果连彼此相爱的心都失去了，我们就会成为了伪善的法利赛人。好，让我们一同低头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恳请你保守我们彼此的心，重新使我们学习更真实的活在你的爱里。主啊，恳求你进入到我们的生命之中，使我们从内而外活出主你的样式，从旧换新，成为新造的人。主啊，求你赐下圣灵，感动我们每一个人，使我们换上怜悯的心肠，使我们穿上恩慈的衣裳，使我们学习卑微降低自己，使我们能容忍待人，更使我们对人能有坚持到底的忍耐。更求你赐给我们一颗爱神也爱人的心，更真真实实的看别人比自己强，比自己好，互相的体贴，为善为美，互相的包容，也彼此饶恕，尽力和解，彼此相爱。这一切都是奉主耶稣基督你的名求，阿们。这时咱要来应答上帝的话，咱要来吟圣诗522首，仁爱是饶宽容，搁有慈悲，请大家起立来吟全首。宽容搁有慈悲，仁爱袂乞求，仁爱是高夸夸袂骄傲，袂做见笑的事，袂求家己的利益，也袂快受气。凡事相信，凡事嘛，凡事吞吞，凡事了吞吞，因爱永远无去。请坐。这是咱要用感恩的心来奉献，请书献的执事来遮服侍。
一时等大家起立来唱奉献的诗。真济，一时咱要上吟，请大家起立来吟圣诗398首，愿咱救主耶稣基督。上吟说，咱要请蔡长老来祝祷。叫议员起来，来领受上帝祝福。我哋呢度主要所基督无尽无限的恩典，天父上帝永未改变的听通，圣洁相通安慰，万赞夫妻今日三甲之地，对即时直到永世大无尽。阿门。请坐，咱大家报告一下吼，请大家谅解。咱的教会虽然是真传统的长老教会，今日咱阁有三重埔教会，咱的兄弟来，听讲是邀长老邀请。咱是三重埔教会生囝吼，44岁啊吼，那是中年人。啊，总是请恁谅解，就是讲，今日送咱是第三遍来，第一遍来是讲稳定加迄个，讲到第一遍是稳定加。你个律法的代志吼，就讲头拄仔咧讲法利赛人加迄个，咱咧讲即个律法的中间制作人的罪。第二摆来是讲诚做上帝的器躯。我毋知甲问讲啊，无咱来讲一个第三摆做一个即两个经节的一个总结。啊，伊甲我问讲啊，用华语吼，用国语，还是要用台语？我讲咱内面吼，我们教会有一个现象，就是我们很多非常欢迎，有很多新的朋友。这新的朋友来。听不太懂台语，尤其我们年轻人很多听不懂台语，所以你就用华语讲，你用华语讲，所以今仔日伊大部分拢用华语讲，请恁谅解。啊，若听无台语，咱的老地长拢真趣味，因孙仔拢搁下斗时，搁去安尼甲翻译一遍安尼，搁讲一遍落听，我嘛感觉安尼嘛听两遍道理，算袂歹吼。啊，互恁谅解一下，多谢恁平安。这是要来报告的报告大先，敢若头蔡长老讲的，咱今日真欢迎。咱对，就像迄边对咱对三重埔教会咱邀请到的朋友，咱要起立，真欢迎恁来到教会。系，谢谢。那真欢迎咱。
所以是老青年传给资深青年团契。是，咱搁一届欢迎咱沙田埔教会的会友。啊，过来咱若要咱欢迎咱业长老的，敢若是堂弟，那个堂兄吼，我们可以麻烦你站起来一下，让我们认识一下。啊，嗨。然后今天我们要很欢迎吼，咱有两位吼，一对天父教会，就是黄荣辉黄先生跟洪春美嘛吼，洪春美，可不可以麻烦？哦，嗨，咱真欢迎你吼，系，多谢。这是要来报告吼，咱首先吼，对后礼拜咱要轮值即事吼，咱请恁大家再注意来看后礼拜轮值的事项。过来，咱要来看消息的报告。咱对第二项来看吼，咱要依照第385届的小会会议吼，咱有决定伫12月10号个礼拜日吼，要召开临时会会改选教任的中级。啊，过来，咱教会吼，伫10月28到29月伫退休会吼，咱退休会有定伫10月28拜六吼，咱伫8点30分伫教会出发。啊，详细行程甲讨论的事项，请大家事先准备。啊，小组吼分组的小组的成员甲要坐车甲房间安排吼，大家小等若是礼拜煞会使看后面遐拢有公告出来，大家去看一下。啊，过来，就是头拄仔讲的，咱10月28到29吼退休会吼，要有一个大家要有一个讨论吼，是对主题是更新的教会。啊，讨论项目是伫下骹，啊，请大家吼，毋是到迄天去的时阵才开来讨论吼。事先吼，咱今日周报摕转去以后，大家把即个讨论的项目放在心内，啊，大家来思考。若是换做你会感觉讲，咱教会要更新时阵，不管是硬体的所在，还是咱软体的所在，咱要更新啥物物件，请大家伫即个还未去10月28还未去进前，咱先对厝内大家来准备。啊，10月28咱要用即个时间，头7点钟尔，要甲大家所要更新的物件讲出来。所以，即个物件毋是提到迄天较要来讨论的，是麻烦大家伫要去进前，就先事先准备。啊，过来就是头仔讲的，咱伫10月29本会要伫泰安举行退休会，所以迄天吼，咱礼拜伫遮吼，无礼拜吼，所以若是无法度参加咱要去泰安的退休会的会友吼，还请大家到附近的教会来聚会。啊，过来是咱下主任吼，10月22吼，妇女甲夫妻团契吼要举行吼会长的改选，请市友吼关心劳部来参加。那报告大概以上，那即时咱要来闭会，咱要先请咱的圣歌队要来唱祝福的歌，请大家来领受上帝要互恁的祝福。愿上帝祝福你，你的喜乐在你心内。我要替你祈祷，予你生活时时平安。上帝是听你到永远，伊成就万赞你到完全。我要替你祈祷，当时替你来祈祷。上帝祝福你的喜乐在你心内，我要替你祈祷，予你充满时时平安。上帝是正听你到永远，伊成就万赞你到完全。我要
是咱要行平安礼，请大家会友会当起立来向你左右的会友来到平安。